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4年的11月6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51篇，弥迦书第6章第1节到第8节，约翰福音第13章31节到35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与主同行。基督徒被称为基督徒是在安提阿的地方开始的，因为在安提阿的初代教会，基督徒生活的模式很像是他们的老师耶稣基督，因此当时候的外邦人犹太教徒就耻笑这一群人，称之为耶稣的跟随者，或是说模仿者。那么也就是说，在外人的眼中看来，这一些人，这些称为基督徒的人，就是因为学得太像了，所以就被称为基督徒。虽然这是一种讥笑的称谓，但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就是这些人太有见证了。基督徒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学徒，就要有这种学习，有这个基督的功力。初代教会的信徒，他们真的做到了。出埃及记的以色列人，他们领受了上帝借着摩西所颁布的诫命，目的也是要学习上帝，成为有见证的人。受呼召的人都应当是如此，如同先知在弥迦书第6章第1节到第8节所谈论的。他说：你们要听，上帝在控告以色列人，上主起来吧，提出你的指控，让大山小山听听吧，群山大地永固的基石你们要听听上主的控告。上主要指控他的子民，控告以色列。上主这样说：我的子民我有什么对不起你们的吗？我曾使你们厌烦吗？尽管说吧，我从埃及把你们带出来，从奴役的地方把你们拯救出来。我派遣了摩西、亚伦、米利安去领导你们。我的子民要回想当时摩押王巴勒的阴谋和比尔的儿子巴兰回答他的话，要回想从什亭到吉甲那段旅程所发生的事。回想这一切，你们就明白我所做的都是为了拯救你们。我该带什么礼物来见上主呢？我该怎样来敬拜天上的上帝呢？我带最好的小牛做烧化祭献给他吗？上主会喜欢我献上成千只的公羊，或上万道河流的橄榄油吗？他会喜欢我献上长子来替我赎罪吗？不，上主已经指示我们什么是善，他要求的是伸张正义，实行不变的爱，谦卑的跟我们的上帝同行。上帝是慈悲怜悯的上帝，因此才设立了赎罪祭，让人可以因为自己的罪来献上赎罪祭。但是更重要的是，必须要能够与上帝同行，否则再丰盛的赎罪祭也不能领受救恩。耶稣基督在世上传福音3年，透过他的医治、关怀、教导、服务，
留下了美好的典范。耶稣基督教导的目的，就是要让基督徒能够学习他的模样，来成为跟随者，与他同行。约翰福音13章31节到35节这样的说道：在犹大出去以后，耶稣说，现在人子已经得到荣耀了，上帝的荣耀也在人子身上显明了。既然上帝的荣耀借着人子显明，他自己也要显明人子的荣耀，而且要立刻荣耀他。孩子们啊，我和你们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了，你们将寻找我，但是我现在要告诉你们，正如我告诉过犹太人的领袖，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我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要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来彼此相爱。如果你们彼此相爱，世人就会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要学习耶稣的教导，彼此相爱，要互相洗脚，要因为生命见证来荣耀主的圣名。诗篇51篇。上帝啊，求你怜悯我，因为你有永恒的爱。求你除掉我的过犯，因为你有无穷的仁慈。求你清除我的邪恶，洗涤我的罪孽。我知道我的过犯，我自己常在罪恶中。我犯罪冒犯你，我得罪的是你。我做了你认为邪恶的事，因此你审判我是理所当然。你责罚我是我所应得的。我一出母胎便是邪恶，出生之日就充满了罪。你所要求的是真诚的心，求你用你的智慧充满我。求你除掉我的罪，使我洁净。求你洗涤我，使我比雪更白。求你让我听见欢喜快乐的声音。你虽然粉碎了我，求你使我再次欢乐。求你闭眼不看我的罪，除掉我一切的过犯。上帝啊，求你为我造一颗纯洁的心，求你赐给我一颗又新又忠诚的灵。不要从你的面前把我赶走，不要从我身上召回你神圣的灵，让我重新的体会你救恩的喜乐，使我的灵甘心乐意顺服你。这样我要把你的命令教导罪人，他们就会归顺你。拯救我的上帝啊，求你宽赦我的死罪。我要高声颂扬你的公义。主啊，求你开我的口，我要颂赞你。你不喜欢生祭，不然我就贡献。你也不要烧化祭。上帝啊，我的献上的祭是忧伤的灵，忧伤痛悔的心，你不拒绝。上帝啊，求你用慈爱善待锡安，求你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时你要悦纳合宜的生祭，就是全生的烧化祭。那时有公牛贡献在你的祭坛上。愿主帮助我们时刻反省，成为认罪悔改并且愿意谦卑跟随主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位真实领受呼召，愿意服侍诚心照顾人主的仆人，乐于与主同行，荣耀主名。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